为提升机车族的行车安全，台南监理站甲市府联合举办机车教训班受训补助的宣导，鼓励民众考照进前先到教训班，卖当伫原场地考照。因为依照研究发现，参加驾驶训练会当减少3厘的交通事故风险。对此，交通部补助台南1000名已经届满，所以市府主动加码300名，同款比较中央一名补助1300块，到12月15日止。汽车教训不是教你如何考照而已，正是教你如何安全的驾驶。这种很多这些经验，老师的课堂上的教材都是过去的一个经验值，甚至是从事故里面检讨出来的。所以说，这个驾照考机车驾照驾训班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针对已经有驾照的人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这研议说怎么样子或优化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，把一些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成一个真正有用。为了守护民众沿路安全，台南市推动包括公车入校园、机车安全驾驶的校园巡回宣导以外，今年更响应中央针对机车驾驶训练的补助，希望降低少年族群拄取到机车驾照的高事故比例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